后来过来这件是有民众伫社群平台传一段影片，是台南市一个公车司机哪塞车哪背手机啊。这个司机伫环岛路踩两支的手机啊，一手换这个环岛路，一手是轮流背这两支手机啊。啊，目睭一下啊看头前，一下啊看手机啊，实在有够离经。客运公司讲，这已经是危险驾驶，会加记告处分。这个驾驶长正手换驾驶盘，倒手背这个驾驶盘边的手机啊，而且还有两支手机啊，两支手机啊轮流背，伊连伊看头前，连伊看手机啊。这位驾驶长哪塞车哪背手机啊，规定拢互录落来。而且当时阁是落雨天，这个影片被抛上网络，网友一直骂，这是台南市南干线的公车。看到当时车顶的行车记录器，人气有够侪，驾驶长伫差不多客满的情形下，哪塞哪背手机啊？所属的客运公司事后进行了解，这名驾驶长是预备驾驶，迄日刚是支援南干线的路线，当时伊是咧点缩室，是讲确实已经是危险驾驶。本公司将以工作规则进行记过处分，并请其撰写自省报告书。公运处已经依公路法开罚9000元，并且请客运公司立刻给予这一名司机记过处分。为了点缩时早顿被记告，阁被开单，是讲当时行为嘛，互所有人客啊用路人拢真危险。客运公司强调讲，对着所有驾驶长会加强教育，袂因准讲有类似情形阁发生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